众朋友，今日講好冇？歡迎收看福起來嘅亞評局劉浩明。因為咱們呢全世界因為武漢肺炎嘅關係，嗰個全球嘅觀光業都受到巨大打擊。喺2019年嘅時節，有一對美麗嘅青年，伊做一對背包客，去到我哋紐西蘭啦、歐洲啦，後來去到北海道，最尾變成一對滑雪嘅教練。那也咱們因為我哋國情嘅關係，疫情嘅關係，伊冇辦法出國嘅。但是呢，而咱們認識嘅朋友地方，如果要到台北來，我都講到台灣來時節，如果邀請伊去美麗去收見我哋客家嘅一個地方啦，還有收見我哋客家美食，去陪我哋外國嘅朋友，而且我講而家係我哋美麗嘅國際嘅觀光大使。我哋今日馬上歡迎到我哋今日嘅主角，我哋思賢來到嚟現場，歡迎思賢。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的王思賢。思賢看到佢人強呢，咁多啊！可是每年喺度同到我哋佢是講，你過做都做到我哋呢，有去過紐西蘭啦，去過我哋歐洲啦，哈，去過我哋北海道，哪有按多時間做呢啲事情咯？辭職就有時間咧。可是你喺哪幾個時間都開始出國的呀？我喺嗰時候周邊玩到台北做咗1年咧。嗰時候就一次就是想要去國外省發款的，那就紐西蘭1年開放本台灣的打工度假簽證有680，嗰時候就有點就搶死去搶款的，結果就搶到了，搶到就辭職，然後踏上打工度假的路，就開始這樣。可是問題係嗰時節吼，幾種人去講去紐西蘭啦、歐洲啦，吼，去兩個國家的選擇，當初我選擇去紐西蘭。我嗰時候後生就較粗皮，大家去歐洲，我就唔去歐洲。紐西蘭名額較少，就較去個呢，物以稀為貴，就是先紐西蘭。我自己本身咩係喜歡魔戒，魔戒的取景場地都在紐西蘭。然後台灣廣告大白就打講，紐西蘭世界最後的淨土。然後就可能潛移默化之下，就紐西蘭就變成我嘅首選。因為好幾多人都講，當初開始講我哋去打工度假嘛，哈。但是去到嗰邊真係開啷存打工冇度假啦。好，我都講幾多人都講，可能前一站咪去打工，有協一些錢後來去度假。嗰幾時間即係去到紐西蘭，因為紐西蘭對我嚟講，反而嘛佢從我講哦，都係咧魔戒，好，佢當佢去嗰個地方。你幾時去到紐西蘭打工嘅時節，又真係從兩岸咧，又打工又度假哈。其實就看人目的，你留到你去到其實會空錢，叫佢存錢，就是講只會較着重在做事存錢，就較少度假。其實嗰時候去就老起來講去省發，去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所以講就會是比較五調配這樣，所以也有打工，沒有度假。但是我哋嗰時節，平常幾時讓我去度假咯？係講工作係咧係去度假，還是講平常嘅我哋講禮拜六、禮拜日嘅時候去度假？喺有4周的時候，就會講變成6日，然後朋友去周圍搞了。度假就會變成講周4周半年到一個段落，存到一點旅費了，就會環島，就會環島度假這樣。其實嘛係算一啲幾難得嘅經驗啦，因為雖然係島國，從台灣看到島國，但是紐西蘭嘅嗰種島嘅形式，同我哋台灣嘅形式都係完全冇相同嗰種。係啊。但你幾時喺紐西蘭做過哪些事情？做一道事，因為的台灣的打工度假簽證到紐西蘭只能3個月，強則頭家做3張嘢嘅事。嗰時候就玩一道事，一開始有做蔬果包裝出貨嘅，後尾就去接單去滑雪場做纜車操作員，然後後尾就去度假勝地做房務，然後這樣接單去中間都會休息一下。然後接下來最後最後一隻事係去採櫻桃，櫻桃。等於講人家工作嘅內容幾多變變化，同時嘛可以讀到無同樣嘅移動人群啊，冇讀到無同樣嘅人客。總統都講要話去我哋嗰些創作我哋咧處理，還有啲做防護員，點樣嘅一種工作咯？佢主要就係確保講所有人上纜車安全，下纜車也是安全的。嗰種一條索嘅嗰種。對，有緊急狀況發生，你就會給按暫停，然後幫助客人下纜車安全。因為是我在初級雪場區域做，所以突發狀況很多。咁後來呢，我開始慢慢地要專業變成我哋滑雪的教練咯。佢係較後輩就係講，因為整個紐西蘭打工度假結束以後。
嘛和东向爱转滑雪场走谁，他们讲唔想做操作缆车操作员的，就是重复性较高，然后猛嘛个累积性，然后就开始找嘛，找到澳洲滑雪场就是有应征讲，冇证照唔怕，啊冇教学经验唔怕，可是你过面试他可以培训你，所以那时候就送申请送看，就有面试来了。我就是赶快就申请打工度假签证，去到澳洲面试没过面试过还有培训没过证照没考到就开始做滑雪教练。咁等于讲，伊即个面试伊的标准其实蛮冇讲，即个一定要有安尼技术，咱可以来面试。等于讲面试过伊那开始伊培训。咁问题係伊等于讲，假如培训能把有同签约讲，咁培训过你提教把些教一教嘛。佢冇签约，但不基本上你就是遇到给他谁你这样去培训你本身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啦，你知道有基本的滑雪就做得了。培训过的话，其实佢冇签约，可是你冇过你就冇谁啊。嗰時嗰時人因睇嘅那些的教練場有做過我的那個纜車嗰種指導員嘛。嗰時多少你對那些場嘅一啲工作嘅環境啊，好冇得講，你至少咪其實佢是有學那些吧。嗰時候真開始，嗰時候就係因為老朋友一道滑雪教練朋友們，假日就跟滑雪教練的朋友混在一起。然後就硬跟着他們，然後他們覺得會教我，所以這2年就從0到會滑雪進步一陡也是在那時候就奠定一點點滑雪的基礎，這樣有辦法後來到澳洲面試有上安的。咁後來澳洲應徵的時間，上嘅一培訓的內容係乜嘢？培訓內容主要其實他們給的面試的重點給的唔會用到那個滑雪技巧，它其實你基本會滑就可以。佢主要係看你人格特質、你溝通，然後你老年嘅互通。嗰個嘅標準係講，因為你要考到他們給的 Level 1嘅證照，這樣做的開始合法的執教，所以對技術他還是會開始要求。過了面試之後，他就他嚴格要求你技術的部分。嗰個還有講，你要判斷說客人的動作分析，這個客人有一個壞習慣，你要用嚟搞起；要在客人有一種個性，你要用嚟搞起。然後團體課的時候，你要用來顧到每一個人不一樣的知識、不一樣的情況。嗰時候團體課、單人課就是培訓內容主要會針對技術，你會搞嘛？你有辦法做動作分析嘛？安尼一定要過以後，你這樣有辦法拿到證照。我覺得其實伊哋培訓的內容其實算幾重要呢，比如講，你培訓係後來真實去接觸到我哋嘅銀行嘅世界。只是大部分都做得到事情，也是當重要。咁後來你睇嘅我哋講那些廠做會久啊？嗰時候到澳洲開始做3年，3年以後，因為嗰邊呢有同事係日本滑雪廠嘅主管，所以就直接到嗰邊面試，就接定到日本兩個學季啦，不過因為疫情就被迫而暫停。嗰時候馬上就俾你挖角去背後拖了，其實我講中文，有種意思，我老死啊，然後不容易訓練好誒，然後讓服務冇到這樣都俾你挖角到。冇啦，迄早晚要這樣去背後拖。但是至少伊哋看到很忙咯，就從頭講，係咪講因為唔要英文，要講中文？係啊，我喺做滑雪教練場開始感受到，我中文按吃香。因為喺澳洲無路推我哋咧背後拖，其實算我哋咧中國嘅銀行算幾多嘅地方。嗰時候變成許多幾片嗰種有個教練導師會講中文，其實唔係不講導師，你本來都中文大嘅，然後我要講中文，然後又係認真貴嘅教練，對你嚟講，其實係都係最好嘅一個教練，好，體驗可以直接利用中文一團叫做中國的銀行做溝通啊，做教學。當然，如果唔知幹嘛，唔是喺你另外一場嘅翻譯來中間英文翻中文，中文翻英文呢啲方法，即係一路上嘅一條線啊。係啊，對調價來講都當好用啊。但對你來講嘛，其實你變成講，一下都變成一個乜嘢嘅教練，一直到因為疫情嘅關係，後來你都過來台灣嘛。咁有段時間有發生過某個神奇嘅故事。也係想到較印象當深刻一件事情係講，那個時候有搞到一隻。西澤朗車亞美，佢頭擺係超馬選手。所謂超馬選手就是他走馬拉松，走160公里，100走完呢。
啊，有一年早晨啊就问佢讲，早晨过年，因为下注会考没，讲早晨有去小跑步一下，说好跑多远，讲20公里而已，就是20公里，那你压还有办法滑雪？他说可以，懂简单的，所以也在客人中啊，懂印象深刻。20公里对伊哋嚟講可能很熱身，對我哋嚟講可能會開心，但是對伊哋嚟講話可能很熱身，冇做20公里，我基本要純規身都感覺到咁唔舒服咧。係啊，近20公里咩單槍20公里，還有往上爬1400公尺，上下1400公尺海拔，所以嘅體力啊影響動身。咁種人嚟搞嘅時間，即係要特別講，比如講喺附近種人唔哋咧研下嘅話，要很有分啊，用我哋咧自己來分，比如講以前冇買過嘅都也做，有曾經有買過現在都也做，還是講用嗰種設施來分咯。啊，我分4種等級。啊，設施咩有設施，但就是幼幼班小朋友、大人，那主要係搞大人就會分4種等級，初學者，然後第二聽力度各位第3度，還會就分成藍色就是說懂自信黑色就是更高級。啊，因為我係初級教練，所以我主要係帶初級的跟第2次、第3次上課嘅。對。其實有種第1去過捌寫的，冇你講去到現場嘅人，大部分嘛係初級嘅啦。嗰種其實初級嘅人大部分應該嗰度吧。因為後來一來進階嘅嗰種人，其實有啲人根本都唔是去搶教練嘅，因為講反正我哋這個流好嘅。對。但是初級嘅人，好，當先教伊講，捌寫要注意乜事情，好，乜要用氣，要用彎。也個動重要，也個要動到人，就是最多需求嘅。對於啲從來冇看過寫的台灣來講嘅話，其實我捌寫一件事情，對嗰種人講係啲困難嘅經驗，尤其下我哋下我哋外嗰度捌寫嘅經驗冇。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時間同我哋講，而係我對啲打工度假專門變成一個捌寫的教練。而家我想問伊講，到底打工度假應用嘅一啲能力，能可以打工度假？佢會英文下，還是講佢個食苦耐勞呢？我想問一下，當初去打工度假時節，有講到講英文一件事情係一個最困難的事情嗎？多少還係會講。因為講溝通日常生活攏係英文嘅，所以講我第一講我出發前3年，我就有去學英文，補去個非法班，學3年嘅英文，2補一下，至少講我做啲自我介紹，我做啲啲講，按樣嘅啲講嘢名嘅，按樣嘅問路，按樣嘅食東西唔可以搖到，按樣嘅問偏數都難嘅，當基本嘅東西學好嘅，就差唔多。問題係。也就學個3年咧，我哋講英文對話來講，對到去到歐洲嘅時間，去到紐西蘭時間，有用到嚇？有用到，我講唔拉用。係，當到東西喺到幾多環境以後，當你學，將會開始進步，因為德國你到嗰邊有阿根廷咧，有北美嘅，有英國咧，又有歐洲又有歐洲嘅，所以各種腔調都有。嗰時候你要去適應，冇咁樣腔調，冇咁樣嘅語速，然後你就見學，台灣用嘅非法這樣用嘅學就唔拉啦。嗰時談久嘅太陽嘅地方其實沒講談個清楚，但是至少啲人講乜東西，背後他的意思，他要統入口譯。遇到你用嘅困難嘅事個搭小語唔啦，就冇講係做嘛，最主要係講嘢面皮要拉盤啊，因為當到台灣人去到，其實那組情到亞洲人。中國人、台灣人、馬來西亞人，你都那就情到，我講中文的人，你做去個面皮拉盤，去撈國外人交朋友，將會進步啦。咁你咪講，初一就對一就開始去紐西蘭，後來去歐洲嘛嗬，一條過長地方有乜個發生嗰種鬼神奇嘅事情？咩一度，像我一開始到紐西蘭的時候，我嗰時候到蔬果包裝廠，一開始第一擺認識馬來西亞人，我嗰時候撈一群馬來西亞人向下食飯。叫做因為馬來西亞人會講4種，每個人幾乎大3年就會講4到5種語言。我想，叫做要講中文，啱講係談唔識，因為叫做講法會
大众语言就较，你南是，人语是，可是后尾张习惯讲哦，就是谈关键字提供给他讲嘛个嘿，也迄一开始一神奇的黑就比较特别，像啊黑的。伊你像比如马来西亚话吼，伊这个各种迄方言吼，法语啦吼，法语伊睇我喺潮州嘅偏言，嗰所以就要我哋讲嘅國語，我加潮州話，然後我加伊的這個馬來話，然後有一些英文，也有廣東話。可是伊的我有時候發現到，你嘛真係鬼天才，因為伊的愛記嘅，我哋講詞彙啊，那個詞啊，吼，其實佢多種，哦，有時伊的提供亞話、潮州話講乜嘅東西，然後馬來話有嘛，因為馬來語係伊的呢官方嘅語言嘛，可是伊的其實多少少都會學安尼咯。當厲害，啊，後尾講旅行，因為後尾只有打工，沒有度假咩？度假就會講視察環南島去聊，咩懂到一神奇嘅事情。嗰時候我有到一隻海灘，因為我就提供嗰片有，大家就講嗰片有海豚，我手都入順吼，我就去看對到嘛，啊就一隻浮板，做一隻潛水衣浮板都嘅漂。佢會點嗰種嘅，還冇看到海豚，就已經會放棄嘅。結果好點就突然彈到，就當順風安尼，就噴氣，然後再接下來就看到一隻鰭露出來，其實有點嚇到，就，然後又再出來一次，然後嗰海豚就差唔多純屬就瞄到佢嘅魚鰭嘅距離，然後就飄在上面，其實撈定下行。個後尾又多一隻，就撈會幾下起，然後咁走地，然後所以個一驚起啦，老海豚。巧遇的嗰種感覺，真讓人感覺到鬼難得，然後因為其實唔講我哋而家喺海岸上面啦，其實我哋喺海洋裏邊其實我哋冇按到嘅機會看到我哋按呢啲東西，其實佢安全咧，啲蔬菜，海豚、老豚，按個確定唔係生下，因為可能有啲氣體嘅咧，有可能啦，有可能，但是後來有噴水啦，係有噴水，個空氣抽起來，唔係啲生嘅，哪啲都是嚟噴水，唔香，生唔係噴水啊，你得老豚睇波嗰時可能都硬嘅，我出隻咬落去啊，不過嗰地方係算是他可能有提過，嗰地方佢可能會住嗰度去，係冇生嘅，冇人有報告講有生，即係安全嘅海域，係要做個功課，讓提講 OK， 我即係安全。係啲困難嘅啲經驗咧。係啊。講起來，唔知家睇嘅紐西蘭做安度工作以後啊，有感覺到最巧嘅工作。最巧嘅哦，最巧嘅其實我做係摘櫻桃，摘櫻桃躺起來當上當輕鬆，當好食櫻桃。有嘛嚇？佢想拿你哋開心嘅咧，因為佢唔摘櫻桃樹當高，唔摘啥人做扛着，做徛定嘅台嘅，佢台嘅摘就差唔多比人行較高，要當從摘隻樹嘅。差唔多你台彎 V 嘅彎線唔多，彎線多你就要上去摘啊，叫做當要求，唔摘高嘅樹嘅啊，做唔得純度有影，做唔得純度，全部係摘牆啦，純度係加順調加順勢。佢所講，搭車成6點就係放床，5點半就係放床，因為在日頭出來之前會摘，6點摘到12點1點這樣熟體安尼。佢說佢係我知道輕巧，啱過咩輕好穿嘅條路啦。哦，我意思嗰度講，伊嘅櫻桃係用機器去摘嘅。哦，做唔得，因為櫻桃當脆弱，你一定要用低頭安尼摘下。因為所謂看過有啲講，但係是啲苗嘅，然後有啲機器搖。係，佢當初係冇共用嘅水果吧。嗰時變成一堆用樹摘。係。然後嗰種以上龜果嘅話，都變成人家台攞純嘅龜果，然後攞280億。對，夾嘅台係 A 字型嘅，A 字型嘅啊，其實通常攏爬一度，係留到高到1.5公尺，2公尺，差唔多2公尺係基本。其實2公尺企到上面還是會有一夾。係啊，要叫嘅就冇乜夾嘅，就想要夾穿前天天。係啊，嗰種人嚟睇。紐西蘭有些歐洲大哥講吼，因為其實也前一陣其實嗰度嘅人強伊都希望講伊，可是入社會唔像正式工作以前冇，你講有些工作以後，揾工作也段時間，希望講可以去外面看看啦，外面世界看看啦，尤其係講唔係旅行，係真正去工作。咁從安尼嘅，唔知個有安尼經驗以後，唔會伴後輩一度人愛去嘅人有乜嘅建議？我是建議，因為去之前咧，看好自己目標係乜嘅。因為講唔駕駛好，係唔對做乜嘅，就出去唔轉落係唔對做乜嘅。假使你係想要去學語言，跟住當然好用，然後出去賺錢，歐洲
就同好穿。啊，你迄爱学伊爱体验国外生活，就是我知道去之前啊，人个目的都爱想好来。啊，迄个目的想好、准备好，其实就是得去的。跟你去之前的目的是乜嘢啊？就是体验国外生发，国外还有这个主要目的是，我想要到滑雪场做些。那以前都地，我去滑雪场做些哈。我出道前以后，我抢到打工度假签以后，开始看做在做乜嘅，我就看到有滑雪场。其实我想到去滑雪场咯，你这个本来在台湾都冇下。唔會啊，冇看過雪，然後又凍貼片，特別因為我頭擺凍喜歡聖誕節，那天時當過國外聖誕節都是飄白雪啊、凍漿啊呢，所以會有一個憧憬。剛好趁一擺打工度假有機會，上個有啲機會，一定要去滑雪場。尤其係本來都會落雪。對。其實你想講，除了去打工度假以外，其實希望有機會把你滑雪。嗰時頭其實我哋咧思想係講，其實也把去愛出國以前有即個有啲心理準備，你講，可能愛去體驗生活，嚇，然後最尾愛去滑雪場，其實有啲東西冇講到啦。其實去搞一啲外國嘅朋友啦，佢冇講到，但是我補充本他嘅人第一件事情，嗰時也要睇幾百里波咩？一個冇到幾百里。你話你廣東朋友講人朋友係哪個人？我朋友，所以我前朋友啦。前朋友好唔好？係韓國人。所以體驗嘅成分一番啦。係啦。前朋友係韓國人。韓國人。喺哪讀到嘅？到摘櫻桃嘅時候讀到嘅。我哋一攤學節目下邊全部問入邊朋友嘅事情，嗰時個東西啊，想在談清楚啊，幫你一攤一條看下伊啊嚇。來，嗰時睇摘櫻桃時讀到嘅。咁幾時節唔係上來打工度假嗰度嘅？係啊，佢咪係打工度假嘅。咁幾時節其實即係從講啊，規模下呢，我有時間去撩妹呢，去撩什麼咯？唔係特別去撩什麼，就是緣分啦，緣分看對眼。早上5點摘到下晝，然後又有緣分，同埋講講緣分喺哪來啊？摘完以後有時間撩咩？係啊，就會聊天問認識啦，唔過其實從頭都講嘅話，其實幾時間唔會面臨到其實幾多國家來嘅人啦，講係誰來誰麼啊？從唔定乜樣嘅去聽去收緊人之間咯。其實介紹出街嘅時候就當基本啊，如人個名誒來自哪，然後上一站來到一片之前係到帶那片呢，其實就當吃鹽呢開始聊落去啊呢。嗰時等於講幾時間每啲來嘅人大部分都同樣嚟講，其實嘛係來有地方打工度假嘅，然後呢啲地方本來都大部分都係因為希望有啲短期嘅人工，嗰時嗱會有一啲影響人來嘛。嗰時幾時間認識人嘅朋友嘅時間，唔知個啲嘢韓國人，我感覺到講，韓國嘅文化同我哋台灣文化有差別。我想發現講台灣，因為媒體嘅關係，然後會對韓國它有一些偏見，可能因為負面的想法。對，因為棒球啊，過孔子事件啊，過一啲。我後邊我同佢聊過以後，佢講知道都莫名其妙，因為覺得國內冇安尼嘅情緒。孔子也是子虛烏有的事情，講馬該就係韓國咧，佢講樣都冇安尼嘅事情。所以聊過以後發現講，有差很多安尼。然後咪同佢分享講韓國男生老台灣男生個性咩冇共樣。嗰等於講，認識你啲朋友，雖然講其實可能冇傾下啦，但是至少嘛可以一雙重喺度講，你講，幾個家人其實同我哋當初想講幾個家人韓國，其實嗰種同我哋個島女人即係想冇完全冇共樣，人哋有敵意，其實就完全就莫名其妙就因為安尼。其實打工度假係一個賺錢的方法，但是其實伊嘛係一種生活的方法。但係生活地位最重要嘅係遇到某個人，唔做某個事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思賢，我哋講伊喺歐洲喺另外一個打工嘅時間，遇到某個奇怪嘅事情。我想問一下嗬，同樣嘅時講嘅是，按樣去學英文，無論用英文去收嘅即個嘛。其實你即個喺外國嘅生活有遇過關門險嘅事情？關門險嘅事情不少。
其实我有亲吻下面事情，没听阿爸阿妹讲过。可是我的第一次披露就对了。对对对，讲起来我笑啊！嗰时候喺到紐西蘭，嗰時候同朋友去一隻海灘，按到 Hot Water Beach，因為係活火山，嗰時候講佢大下會流小水，退潮嘅時候有2點鐘嘅時間，喺樓嘅沙挖出來。有挖到有水的地方，就在泡，嗰邊有溫泉，就泡在溫泉開燈海，在沙灘度吼，一星期，然後泡以後就搞起來嘅咩，就講然後去搞水，嗰時候5月份係5月中，算是5月中5月初，然後就當熱血落去搞，落去搞水，搞係叫個，我唔知做嘛，那條筋冇上對，我就愛抽水，我就稍微理解了，較簡單去抽一下。我抽一下要轉去的時候，幾行轉去，我抽唔轉去，我想我娘個抽，就抽唔轉去，我想快睇咧，也係離岸流。已經浪都見半斤帶出去啦。對，夾個海岸窗安尼浪落來，然後剛好在離岸流嗰邊，我娘個抽就抽唔轉去，我就開始講我抽唔轉去，唔對勁嘅，感覺個浪動態就見浪係來出去，就想辦法扶定，其實要動浪，手腳就開始變啦，然後我驚又變，又開始浪費體力，我看岸上咩看唔到救生員，我朋友咧動慌張，我又同時又動驚我朋友跳下來救我，我強下被驚走，其實我就冇看岸邊，我就轉出去，我想 OK， 我就順便離岸流抽出來，然後抽到順風這樣轉去。按嗰個浪太大嘅，我只能勉強就是浮到水面當中。我之後我又感覺到我體力快速在消失，然後再讓恐慌會驚。我還係繼續想辦法求生啦，想辦法講浮到水面上，再往岸邊看一下，看到有一場你呢，一個浪過完之後，看到一場你自由式東腳，然後背着那個浮標，我就掉了，因為我開始在喝水，開始喝水。已經感覺不到四肢誒，然後後來嘅救生員緊急來聽下救上去，然後救上去後就是講，佢就用緊嘅保溫袋、個熱水毛毯讓佢裹着，過誒差唔多15分鐘、20分鐘嘛，佢量下體溫，當機的嗰時候看係31度，嗰時候講佢正經當門向差一些就失溫就走退咧，因為然後後尾嘅救生員講，佢係佢就進入還田之前，前後一日執勤，然後佢就再過10分鐘，然後落水前再過10分鐘佢就做下班咧。嗰時候完全就是當幸運咧，有救轉來，佢係捱知道親危險、親有生命危險嘅地方。嗰時等於講，其實嗰段時間等於喺鬼門關前面行了一轉咧。係啊。因為這樣嚟講，其實都真係我哋一般會撐到水嘅人咧，一種過程的啦，因為天我哋都手腳是穩的嘛，都感覺唔到。聽佢講，因為佢緊張咯，開始用人嘅力量，但是你會發現到離我哋呢岸邊越來越遠的時間，然後你會開始有一些飛行，甚至你開始都講，其實你過衝嘅過程，其實你開始在吃水，因為嗰時冇體力幫自己培養落來，佢其實要差唔多要撐下啲時間，一個前面的一個過程嘅地方。可是人家在講一件事情，這個有幾時你都感覺到嘛？嗰種嘅感覺，其實嘛有影響。其實我家下都喺工業嘅過程嘅時候，我身體我嘅心跳還係一降，發生嘅件事情過半年，過幾十年以後，我去抽水，去到那唔多天哪嘅地方，我身體會記得嗰種感覺，開始呼吸會變急促，心跳會加快。所以我花一段時間去克服嘅身體嘅記憶。嗰種緊張嘅心情，其實嗰時間我聽人身體裏邊會留下了一個印象。喺不遠嘅時間，你這個本能你會緊張。因為一段故事啊，其實實際上我從來冇同爸爸媽媽講過啦。但是至少對個故事裏邊，我發現講，實際上這個本大陸，因為可能對水性過熟，冇得講，而這個嘛有一啲訓練，嗰時一段時間地方，因為這個嘛整期嘅幾多時間，至少你這個我哋講，慢慢開始變這個一漂，雖然我手腳已經可能冇感覺唔到比迄個，嘛是穩嘅，但是唔會想講至少可以一漂，唔會想講都開始個緊張，變這個心情過快一些，嘛。
為你自家爭取一段時間，比如我哋救生員可以。係，佢救生員救我起來以後，佢講我到佢當過嘅時候，佢看到我嘅時候要做對一件事情，我要幫我自己漂一下，嗰個想辦法幫上安尼。佢做係講一條基本知識要教我一下。嗰時我說我喺潛水一重要，啱過有一擺經驗以後其實人家都有看到岸邊講冇潛水。哎，就是最硬啊，就你話好啦，上面有下，有幾真嘅。你講菩薩有得救啦，係啊，有得看到啦。有一擺經驗以後，我看到某個標示牌，網教嘅祖先其實見看的100%遵守嘅呢告示牌。誒，咁還有呢？除了一擺，伊哋只係過太伊哋難關，還會有其他事情嗎？爆料嘛，一擺你講我哋啦。其實係有啦，其實係有都一擺以後面，我就較乖嘅，較遵守規則嘅咩。啊，去採櫻桃嘅時候有一隻橋，它佢喺颱風跳水嘅，按過佢跳水，嗰隻橋差唔多佢有11公尺，當高，跳下來，看跳盪橋安尼。嗰時候出一夾，按過已經有之前嘅經驗嘅，我就會問講，我有跳水經驗嘅朋友，聽一群朋友去咩？還是問佢講落水按用嘅姿勢，啊，然後按用嘅跳，各位記住講完啊，再三確定按係安全嘅向我這樣跳，啊，聽有的朋友教完以後，然後轉去住處咩？就有另外一個台灣嘅朋友聽我分享講，佢剛看到一個文章啊，嗰隻橋誒，過去5年有2隻台灣人，一隻去跳水失蹤，真嘅，一隻係去跳水。結果發重傷，然後我就好在我去個冇青菜跳，好在係朋友去講，有問過有確聽講落水知識，確聽講一些安全的基本的問題，唔係講反正青菜就掉落去安尼。嗰時講我說係係問下咩東西，唔係講講係係我哋講，就是講前面的經驗。本下講我一定要喊要保護我自己。如果這個保護自己，學到一啲正確嘅知識啦，嗬，唔講係用嚟跳水，用嚟保護自己，其實係最重要嘅。係啊。其實因為台灣學係到許多國家，但是我哋而家可以有太陽曬，亦都講每水好夠冇用啊。但是其實因為台灣係到許多國家，其實我哋啲河壩嘛幾多，我哋應該要教新人嚟講，讓我哋河壩地方，讓我哋開放嘅時間，我哋用去自己去救自己，好，個正確嘅知識一定要學，唔好講唔可以做一件事情，學可以讓我去保護自己，但是可以去試看看啦，好，一定用一個安全嘅方法可以試看看，因為其實我哋嗰種冇意思嘅話，其實唔會都冇菜啦，其實要不要去啊人嘅地方去嘅，咁記得冇跟住話一件事情咧，反正講重複講嚟嘅。最後一件事情係講來排車啦，因為我係滑雪教練，結果我滑雪受傷。個事情嘅發生係講今年咧上課前，同德國嘅同事去滑樹林，一開始就暖身咩，就較小心，順了以後就開始較夾咩唔知做嘛，就講都弄滑喺後，按過後點出現一個地形變換之後，後點看到一條樹尾來唔知係山，因為視線冇看好，冇表演，一條樹尾我就衝上去。所以種樹尾係咪？細樹尾我衝到去樹按細條，按細條點按過擋硬啊。而家嗰條冇人硬啦，我嗰條冇人硬，衝唔入去。嗰陣我就後尾我衝完嗰條樹以後，就發現講我嘅腳踝嘅骨頭有斷脫，係就冇辦法。我老到我腳扭到天，就是雪板穿落去，繼續滑落，冷痛就滑落去，因為傷口就一關傷口，滑到大下就發現太痛誒，冇辦法傷口，可能要了幾年誒。然後主管就帶我去照。一照個醫生講，唔係了幾年，係了幾廿年。如果我哋講骨折啦，就是裂開嘅。嗰種其實對一個故事地方，我都發現到講，雖然時間頭先講嘅故事地方，其實幾多幾唔一樣嘅事情，但是由於啲做嘅重要，講而唔會停頓而去，唔會停止做件事情，唔會即刻。咁我好搞到做下啲事情嚟，嗰時而喺度慢慢就會再上去確認，一種東西係咩人嚟做，係咩人嚟挑，最重要係如果有一點而去停頓，去強化做一件事情，其實亦係
最安全的方法啦。你讲迄易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至少有一个伴。还有在终点迄停车啊，无太家就无经验。系啊。你一天停车哦有记3年，迄有经验啊。给你停车的迄有经验的同事，啊张我去罚，因为我算迄刚入行，所以华树林对我来说算是较新的东西，我就听较有经验的朋友去向下去教安尼。对，虽然讲谈后来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至少刚讲后来其实慢慢的对自家的一种保护自家，然后引起自家的更加的情形，然后还是可以这样的调整，但是你要用来保护自家，用来去做一个实现的一个准备的工作。没错。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啊。系啊，就是一个经验啦。其实生意的万事都太时间了，我把营业的书行一步一步带动伊。但是从今日的思想的故事里边，我都发现到讲，有时本生意出去外面看看啦，去尝事情做，无论体验生活，对伊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成长的方法。今日我感谢思想人来现场同我们讲安东去做那些教练的事情。好，主持人按知识，观众朋友你按知识，以后分享来没有你请阿了。有些下午大家听下来请下来，运动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好好运动的单元，我是西诺夫先生，今日带我来边向下陪伴大家来运动。今日我哋咪用日咧去缅甸来培养我哋感情。首先，我哋用我哋手同小朋友向下来做全身的运动，手变好些。头拿向前面，带哦，慢慢地向来向后面，再来前面，后面，再摆前面。后面，把我的手打开来，转视它，前面1、2、3、4、5、6、7、8、9、10，再来后面是它哦，1、2、3。4、5、6、7、8、9、10，手打开来转一圈，打平来哦，在后面一圈，再一摆转过来，点一下，打开来转过来，要慢慢来做脚脚的运动，1、2、3、4、5、6、7、8、9、10，再10趴。1、2、3、4、5、6、7、8、9、10，相同的吼。继续，我哋同小朋友培养感情，我哋来教慢些教的来。小朋友的书放好来，一个一袋，很简单哦，打水用的哦，好，袋都系鼓落来，安尼鼓落来，鼓，袋，鼓，袋。我哋要慢慢些变手脚转来转去，两个人手脚转来转去，手脚转来转去哦，一下向下运动，放，再来我哋要慢，我来用跳的，先人呢鼓落来，1、2、3跳，哎哟，
再一摆哦，1、2、3跳，吼，再一摆哦，1、2、3跳过来，吼，1、2、3跳，吼，相同的好，起风来，吼，也望安尼脚是总有听通到的，再来练习客家话，吼，也望你去，我先来做示范，吼，第一个你去安尼。看到一条树枝，你用我的脚同树来描一条树枝，哈。首先来讲六，两只脚你要变个六东方。再来第二个讲八，我的树两只树要变个八，你要变固定的哦，哈。再来我又再讲一个树枝七，哈。另外一只脚你要变过来哦。啊，再起上来，重新再来一摆。平用声音呢，数脚平用，哈，我再练习一摆。3号，啊，脚都变啊3号，啊，5号，变啊5号，1号，变啊1号。安尼都是数脚平用，哈，练习安尼运动。好，睇人做过，教的声音呢，安尼都来些。边小朋友听下来哦哈，来准备6号，好5号7號3號4號1號5號本身因为数脚并来进第二数字田那边哈。也望安尼慢些并来练习用跳的，哈，按照数字安尼用脚用跳的，啊，像兔一样的对对对，好，准备好的，好，我先来示范，比如8號、5號、1號、4號。好，我哋不做同我哋身體是在安尼，但是聲音呢講更慢啦，哈，慢慢地講。8號，好，9號，好，安尼本身朋友嚟做，大家睇完聲音你向下上來，嚟準備好嘅哦，哈，下面一起看前面，哈，3號、7號。好，9號、7號、3號、6號、10號，10號唔錯嘅，10號提一片，好，再一擺，10號，聲音你唔錯冇買，哈，邊嚟再訓練一擺都好嘅，買嚟學客家話。學任何運動，慢慢地落，安全啲。嚇，8號、9號、9號提一片嗱，再一擺嚇，6同9個槍，嚇，做冇？9號，係，哎呀問6號，哦，3號，哦，7號，5號，1號。好，要慢慢爸爸向下哦，按下面的數字跳係本語跳，向下，嚇向下，嚇。5號按眼，哎呦，5號本鼻炎呢嚇。3號，嘿3，好，本爸爸哦，1號，嘿，鼻炎6號，嚇，爸爸4號。鼻炎9號，啊，爸爸10號，鼻炎7號，啊，爸爸來4號，嘿，啊，他們安尼用腳也慢慢用手，何況安尼手腳要亂係冇，好冇？鼻炎也慢慢本手腳向下哦，哈，爸爸先來
8號、3號，3號，啊，本鼻炎8號，好，再來爸爸2號，鼻炎4號，10號，再來爸爸4號，鼻炎6號，6號睇嚟，再來鼻炎4號，鼻炎4號。好，爸爸1號，好，相同的好，撲出來，好，再來我哋用一個數字，慢些跳，練習用跳的，對前面開始跳，好，跳一下，我哋都識得來練習音，1、2、3、4、5、6、7、8、9、10，好，我哋來一個數字來，爸爸先來哈，準備開始嘅哦，好，1、2、3、4、5、6、7、8、9、10，安尼都完成咧。好，我哋先簡單的來。好，開始1、2、3、4、5、6、7、8、9、10。好，相當的好。安尼我哋馬些練習吼，對10開始跳過來。好，來預備，開始10、9、8、7、6、5、4、3、2、1。再來要加困難的哦，困難都係我哋係1、3、5、7、9。好。一個數字1、3、5、7、9，好，爸爸先來用兩隻腳咯，嗬，1、3、5、7、9，安尼都成功嘅。我們別人來做示範哦，好，手錶嗬，我們都打開來，用1、3、5、7，好，1、3、5、7、9，好，成功，相當嘅嗬。再來2、4、6、8、10，好，2、4、6、8、10，好，準備哦。2、4、6、8、10，成功。來，開始。2、4、6、8、10，好，好。安尼我哋基本日最簡單嘅全身嘅運動，各位朋友我哋利用下咧。開明天同小朋友做拳道數做慢些交流嘅運動，嚇，安尼培養我哋同小人嘅感情。另外，我哋利用數字也嚟開明天開始學客家話，最簡單咧1到10，嚇，變化個多嘅方式交流嘅方式。今日我哋好好運動嘅安尼嘅單元。謝諾夫先生，我哋下次見面咯。